我哋平時睇007占士邦呢類電影，總係覺得特務間諜呢啲嘢離我哋普通人好遠，好似只係荷里活編劇寫出嚟嘅刺激情節。但你知唔知喺冷戰時期，香港其實係同柏林、伊斯坦堡齊名嘅冷戰年代3大特務中心。大家好，我係一仔，歡迎嚟到一本說書。我哋每星期都會揀一本好書，大家可以喺一本平台輕鬆買到。透過幾分鐘嘅分享，希望帶你走入書本嘅世界，帶嚟一啲啟發同收穫。快啲訂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啦！今日我要介紹嘅書叫做《真假特務：羅勝茂的驟升急跌》。呢本書嘅兩位作者鄭雲泰先生同李潔平女士都係好有份量嘅學者，佢哋透過翻查大量歷史檔案，為我哋還原咗一段比電影更加荒誕、更加精彩嘅真實歷史。故事主角叫羅勝茂，佢喺70年代嘅香港係個聲勢威力極大嘅人物。佢白手興家，創辦咗跨國企業望盛集團。呢間集團當時喺香港上市，業務仲大舉擴張到新加坡同馬來西亞等地，風頭一時無兩。但係呢座睇落堅不可摧嘅商業帝國，喺1975年遭遇咗滑鐵盧，而引爆呢個致命炸彈嘅，竟然係一份喺香港發行量唔大、只限訂閱嘅英文小報，叫做《目標》。呢份報紙老闆兼主筆叫石基連。石基連呢個人本身就極具戲劇性。佢生於倫敦，母親係德國人，父親係猶太裔俄羅斯人。細個就喺多元文化背景下長大。當時嘅財政司夏鼎基形容佢係一個陰謀論商人，咁非常有趣啦。一個陰謀論商人寫嘅一篇報道係點樣搞垮一間跨國集團嘅呢？1975年8月，石基連喺呢份小報道大爆猛料，指控羅勝茂利用嚟自蘇聯嘅資金，具體嚟講係莫斯科人民銀行喺美國三藩市收購咗3間小規模銀行。點解要收購呢？篇文章言之有據咁話，目的係為咗幫蘇聯竊取美國嘅高科技機密。報道直接暗示羅勝茂根本就係蘇聯利用嚟進行經濟滲透嘅特務，或者係佢哋嘅前台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喺冷戰嗰啲草木皆兵、政治神經長期繃緊嘅年代，呢個消息一出係有幾震撼，一石激起千層浪，各大傳媒爭相轉載報道。其實茂盛集團當時已經係死撐，因為擴張過度加上環球經濟困難，內部財政已經混亂不堪、百孔千瘡。佢之所以仲可以維持擴張嘅假象，全靠莫斯科人民銀行呢條大水喉嘅支持。結果俾呢單醜聞一衝擊，莫斯科人民銀行為咗避嫌，即刻收緊信貸，咁就慘啦。茂盛集團連鎖反應，迅速倒塌。到咗1975年12月11日，茂盛控股俾證監會強制執行停止交易，正式爆煲。但係呢本書最引人入勝、最荒謬嘅地方喺邊度呢？就係歷史嘅吊詭。經過後來美國法院同聯邦調查局嘅調查，發現嗰啲所謂竊取高科技嘅蘇聯特務指控根本揾唔到咩實質證據，最後連美國人自己都唔感興趣。但係羅勝茂就因為喺應對呢場財務危機嗰陣，使出咗種種跨越法律底線嘅手段嚟掩飾黑洞，最終被香港法院判處罪名成立，鋃鐺入獄。你話荒唔荒謬？佢唔係因為做特務而坐監，而係因為一個虛假嘅特務謠言踢爆咗佢真實嘅財務大話。鄭雲泰同李潔平寫呢本書，絕對唔只係講一個半世紀前嘅商界八卦，佢哋係想透過羅勝茂嘅起跌，等我哋睇到喺冷戰時期嗰種國際間缺乏互信猜疑、彌漫住社會氛圍係幾咁有破壞力。作者喺結語度特別提醒我哋，到咗今日21世紀，中美博弈越嚟越激烈，西方國家圍堵中國嘅聲音上，新嘅冷戰氣氛似乎又喺度聚集。喺各種真假消息滿天飛、政治角力不斷加劇嘅年代，羅勝茂嘅個案絕對可以帶俾我哋好深嘅警示。呢本真假特務羅勝茂的驟升急跌寫得既有學術嘅嚴謹，又有小說般嘅張力，推薦大家揾嚟讀一讀。我哋下期再見。